如果你有咳嗽的或身体不适的，我们的那个交易厅这边，我们的同工这边有口罩哈，有预备口罩，所以我们能够来戴上这样。好，那我们都预备好哟，开始要来敬拜我们的神。感谢主，亲爱兄弟，大家平安。感谢主，伫透早，互咱搁组织伫咱属灵的大家庭，做伙来敬拜主。搁有2分钟，礼拜就要开始。我邀请大家尽量为头前来坐，将后壁的座位留互身躯软正、有需要的兄弟。搁有，请咱将手机改做震动，也是关机。多谢。各位弟兄姐妹。在2分钟，我们礼拜就要开始，请我们尽量大家往前坐，将后面座位留给身体有软弱的弟兄姐妹，并且提醒大家将手机我们把它来改成关机或是震动，谢谢。亲爱兄弟平安，礼拜就要开始，请咱大家用感谢甲懊恼的心来敬拜咱的上帝，请奏乐。有一项事，我要对耶和华求，我犹原伫意爱得到，就是一世人徛去耶和华的厝，看伊的眼光。照亮伊的灯，敬拜欧罗。哈利路亚，兄弟姊妹，大家新年恭喜！阿门。咱今年进入到这个旧历年的最后一个主日了哈，我们下个礼拜呢就已经进入到新的一年。我们感谢主，让我们在这一年当中有数不尽的感恩。阿门。因为我们知道，透过神所创造的宇宙万物。大自然都让我们看见神的恩典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是数不尽的，阿们吗？我们再一次的来回想一下，在这一年里面，有什么样的事情你要向神来感恩的？还有哪一些事情是你在过去的这一年，你本来想要做，但是没有做到的？是否可以在新的一年，神给你一个更新的灵、更新的心，就像神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新酒，那个新酒要满溢在我们里边。哈利路亚！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被新酒所充满吗？新酒所代表的是什么？新的灵、新的生命在我们当中。今天回到我们的属灵的大家庭。回到这里就是要来赞美我们的神，把这个礼拜你没有赞美的，全然的在今天，我们要完全的向神献上我们的感恩。不管你是从哪里回来的，回到这里就是一个温暖的地方，回到这里就是属神的大家庭，我们要一起来敬拜他。弟兄姐妹一同请起立。
师邀请我们一起把我们的手举起，让我们在圣灵里边邀请他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住在圣灵里面。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说：圣灵，我欢迎你；圣灵，我欢迎你；圣灵，我渴慕你；圣灵，我渴慕你；圣灵，我邀请你；圣灵，我邀请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要确定圣灵已经充满在你的里面，你要确定你的心是仰望耶稣基督的，你已经预备好要来大声的来赞美他，来敬拜他，好叫你的生命完完全全的被圣灵来恩膏。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吗？我们来喊3次的哈利路亚，来，预备，来，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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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赞美主的宣告。我们用使徒信经来告白我们的信仰，来，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的复活，我信永生。阿们。哈利路亚！神的眼目从岁首到年末都在看顾我们，我们应该要举手大声来敬拜我们的神。哈利路亚！直到如今仍
所有一切的敬拜，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和华已经为咱做正大代志。咱来到伊的面前，就是要大声来学罗伊，咱要讲出伊的作为。哈利路亚！咱继续来敬拜伊，咱用台语来敬拜。哈利路亚！耶和华已经为咱做正大代志，伊应云彩来做保庇，因花光照暗暝。耶和华已经为咱做正大代志，伊将雨水降落打所的所在，咱就大欢喜，讲出伊的作为，咱就活靠伊，就会最大代志，咱就大欢喜，活落伊，讲出伊的作为，咱就活靠伊，就会最大代志。是的，耶和华说，他要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说，他要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他已经做行了大事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的敬拜已经到了天上。他的福气，他的祝福要裂天而降祝福我们。哈利路亚！我们用华语的来敬拜他。哈利路亚！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铺张云彩当遮盖，夜间是火光照。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在干旱之处使水流成河。我们要欢呼，诉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要歌颂，要欢呼，诉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命令狂风止息，那波浪就平静。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张开双手，我们就得保住。我们要开口来赞美他，哈利路亚！我们要欢呼，哈利路亚！诉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要歌颂，要欢呼，诉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他带领他的百姓向前，哈利路亚！他必带领选民欢呼向前。我们将荣耀归给你，哈利路亚！他将列国的地赐给我们。他必带领选民欢呼向前。他将列国的地赐给我们。大声来赞美他，哈利路亚！诉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要歌颂，要欢呼，诉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诉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要歌颂，要欢呼，诉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哈利路亚！我们依靠神，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
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在世界上还有哪一位神是比我们所信的耶和华这位真神更有能力的？没有，对不对？是我们所信的神，他是唯一的真神，因为只有他能够赐福，并且将这宇宙一切都给我们使用。我们不敬拜他，那么我们要拜谁呢？我们都是他所创造的子民，我们的灵跟我们的神是相通的，因此我们知道我们在敬拜当中，我们就已经来到神的面前了。弟兄姐妹，当我们更深的敬拜的时候，你一定要很确定，我就是属基督的，我的灵魂体都属基督，我不再受世界的残累，所以我的生命从早到夜晚，我都随时在敬拜我的神。阿们吗？哈利路亚！我们要一起用这首诗歌来敬拜，我们要请乐团先带我们来敬拜。哈利路亚！我几目看你，也无听你的声音，心中少了你的听，一直甲你来亲近。来，做回来，透早我几目看定睛在你，他的身上，卡波，脚步听你的声音，心中笑脸，心中少了你的听，记紧，一直甲你来亲近。阿弥，暗暝我也要唱歌，我要唱歌，你显明我心意，敬拜，敬拜雨落来临时，路途来献好主。阿弥，咱再来一届，我要唱歌。暗暝我也要唱歌，即便你是在困境当中，你仍然能唱歌。你显明我心意，敬拜雨落来临时，路途来献好主你，对透早到暗暝，对曠野到山顶，亲爱主，我要称颂你的名。对透早到暗暝，你的听音无线，亲爱主，我要一心跟随你。我爱主，我的主，我爱你，我要看靠你的听无线。我的主，我爱你，我要看靠你的听无线。接着我们要用华语的来敬拜他。神的爱已经浇灌在我们当中，圣灵已经浇灌在你的身上。阿门吗？哈利路亚！我们要非常自由的举起我们的手，用我们的肢体来敬拜他，来敬拜他，来敬拜他。哈利路亚！我们要一起来，哈利路亚！早晨我睁开眼随着我们睛，睁大我们的眼睛，渴望聆听你声我们音，清楚的聆听到神的声音。心中思想你的好，更多与你来亲近。
这里为我们做音乐的见证。这个时刻呢，我们要透过我们的祷告，我们要来祝福他，神要施大能在他们的身上。好，就要在等一下的分享，真是神来对我们说话。神使用这2个孩子，让他们在这里做见证，我们可以来祝福他们，因为我们都是属灵的有权柄的人，好吗？我们举起我们的右手，亚伦亚拿他们在前面，我们这个时候我们的手举向他们，我们举向他们，我们大声的来跟神呼求，求神赐给他们智慧跟能力。1、2、3，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儿女，还有在我们当中，今天早上就是一个美好的时刻，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主啊，你的灵在他们的身上，主啊，使他们被完全的浇灌，完全的充满。主啊，我们明白在今天你亲自要来对我们说话，要我们看见你自己的作为。谢谢主，主你将你的大能、你的恩典、你的智慧、你的口才浇灌上帝在我们身上。因为主，你是施恩的神，你是无所不能的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从早晨到夜晚，从旷野到高山，亲爱主，我要称颂你美名。从早晨到夜晚，你爱永不止息。亲爱主，一生紧紧跟随你。我的主，我的主，我爱你，我要夸你的爱无止境。我的主，我爱你，我要夸你的爱无我的主，止境。举起我们双手说：主啊，我爱你。我爱你，我要夸你的爱无止境。我的主，我爱你，我要夸你的爱无止境。哈利路亚。我的主，我爱你，我要夸你的爱无止境。我的主，我爱你，我要夸你的爱无止境。会众来唱，我的主。我的主，我爱你，我要夸你的爱无止境。我的主，我爱你，我要夸你的爱。弟兄姐妹，再一次让你唱到深处，我的主，我爱你。我的主，我爱你，我要夸你的爱无止境。是的，主触摸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从早晨，从早晨到夜晚，这是你新的一年的宣告。不论在何处，哪一个角落，你都要赞美神。从早晨到夜晚，你爱永不止息。亲爱主，一生紧紧。我请弟兄姐妹闭起我们的眼睛来唱，从早晨到夜晚，从旷野到高
年中，主啊，我们带着一颗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即便在这一年，我们有遇到患难，我们有遇到疾病，甚至是生死别离，但是主啊，你依然与我们同在，你从来没有离弃我们，因为你预定在我们身上的恩典福分是没有任何仇敌可以夺走的。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当我们再一次回到你面前的时候，主啊，我们知道新的一年就是我们的季节。主啊，你要将新酒新油都要浇灌在我们生命里边。谢谢主，在你面前敬拜赞美，何等的美，何等的荣耀。祷告奉主的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宣告：我受造是为了要赞美神，我受造是为了要赞美神，我活着是为了要敬拜神，我活着是为了要敬拜神。哈利路亚！你来跟旁边的弟兄姐妹，你跟他祝福，你跟他说：新的一年有新的力量，新的一年有新的力量。弟兄姐妹请坐。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哇，我们敬拜完，我看很多人都开始在脱衣服了哈，那种火热的心一直来了哈。我们也感谢主，看到少华跟子涵哈，昨天他们从北京回到我们这里来哈，我们非常的欢迎他们回到我们的家家总是温暖的，对不对？所以我相信今天早上我们在这里的敬拜一定是蒙神所喜悦的。我也相信，当我们在年末的时候，岁初的时候，我们能够这样子一起来回想过去，也展望未来，这都是我们生命当中一个极其美好的哈。我现在也看到，万来长老对不对？你看我名字都要记起来了，顿一下哈，感谢主哈。万来长老夫妇他们家也在我们这当中哈，嘉润的双亲哈，今天也来到我们当中，感谢主。那今天我们有一个特别的安排，就是我们教会有3位年轻人，我们让他们能够到那个澳洲的墨尔本。Parent Shakes 的神学院受造就，那他们在那里受造就，我们弟兄姐妹都用祷告的心来支持他们，来关心他们哈，好不好？这也是应该要感谢的时刻，对不对？我们请这3位神学生起立，好不好？这3位神学生起立啊！对，对哈。OK， 好，来请坐。那亚伦、亚拿他们是学长学姐哈，他们读了2年，然后他们快要进入第3年，那第3年就这个课程就完成的结束了哈。那洪亮是1年完成了哈，他还有继续下年度的这样的一个学习服事。感谢主，因为看他们的成长，我们就知道神让我们。投资的是正确的，阿们。哇！而且我们弟兄姐妹关心他们，常常有弟兄姐妹同工会问，他们在那里的情况怎么样？那因为我们常常有联络，大概都知道他们在那里的学习，神给他们有很好的老师，很好的神学院来引导他们，他们也在那里有很好的教会那是一个非常复兴的教会哈。那现在教会大概有2万人的教会，他们大概1年，我这样算起来，1年至少有2000人的进步哦。哇，这是一个很复兴的教会，在墨尔本的地方，也是墨尔本最大的教会所以感谢主，让他们在那里学习服事，是为了未来能够更谦卑，在神面前来做神所喜悦的工。所以谢谢上帝给我们教会有这样的机会。
透过年轻人愿意谦卑服侍学习，也把他们在那里的情况带给我们知道。我们知道，最近澳洲最大的新闻，对不对？好，那我也遇到这样的情况，我就跟我所认识的澳洲的牧者有一些的联系。那我在上个礼拜的时候，我就写主啊，你一定要降下恩雨下来，你一定要降下恩雨下来。上礼拜一我WeChat 跟这些牧者联络，他们就回复我说，对他们最需要的就是神降下恩雨，而且要降在对的地方，所以我们就同工就一起来为他们这样的祷告。特别在我们礼拜二晚上的领袖之夜的时候，我们同工一起大声的跪下来为澳洲的这个森林大火来祷告。我们感谢主哦，神听我们的祷告，也神听很多为这个国家守望祷告的声音，所以他们真的神就让他们在需要的地方降了大雨哈，所以这是神的作为。那位牧师陈牧师回复我的时候说，神做奇妙的工，怎么奇妙的工呢？他们说本来有将近1000人的地，1000人在那个地方很危急，因为跑不掉，真的是跑不掉哦。那没想到那个无神论的记者在当时现况里面，他就发现怎么有风向改变了，你知道吗？风向改变以至于他们有时间脱离那个地方，而且有像降雨就在那个地方哦，就在那个地方，所以将近1000人就在记者见证之下说，这真的是神的作为。感谢主，神在每个地方都有他奇妙的作为。我相信当我们越经历的时候，越发现这位神真的配得我们敬拜赞美的。阿们。如果你相信神是神机骑士的神，那你的敬拜态度一定会不一样，对不对？那是当然的。所以愿神帮助我们永光教会每一个人，每次来都是火热的敬拜他，因为我们相信他是永活的主，是世界的光。阿们。好，这时候我要来慎重来介绍我们教会的年轻人哈，周亚伦、周亚拿，我们把时间交给他们。大家平安。今天呢，亚娜要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什么主题。好，我们今天主要分享的主题叫做走进神的无限。阿们。那在这当中，我们会分享到我们澳洲的生活，我们去到斐济的宣教一切的状况，还有神在我们身上所赐给我们的恩典。不过首先呢，我们先要来带来一首歌，叫做《爱来自于他》。那因为亚伦要弹琴，所以我们可以焦点可以转移到这里来。然后今天我们所有唱的歌都是我们自己作词作曲的，对，希望你们喜欢。这首歌主要是在讲说，当我们在人生当中遇到一些困境，那我们回头去看那些困境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原来神的恩典就在我们身边，神的陪伴与同在一直都与我们同在。当我们发现我们自己好像远离了神的时候，但神永远在那里守候我们。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再次远离充满爱的家。当我有了逃避一切的想法，再次转眼仰望爱我的他。当我重新寻找那爱的地方，我看见张开双臂等待我的他。爱的地方就是天父。
没有痛苦，没有悲伤，只有安慰和拥抱。天父第一家是我唯一的家，有了它，我什么都可以放下。爱的地方就是天父的家，没有痛苦，没有悲伤，只有安慰和拥抱。天父的家是我唯一的家，有了它，我什么都可以放下，因为爱来自于他，因为爱来自于他。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分享我们在澳洲的生活。来了。用 PPT 可以帮我投出来一下吗？谢谢。在澳洲的生活，也许你们可能从我们所有的 Facebook、Instagram 上面看到我们 po 了很多很开心的照片，但是其实在当中还蛮辛苦的。对，不止爸爸妈妈辛苦，我们也辛苦。对，那我们现在要来分享我们在澳洲的生活。当我们在澳洲生活的时候，我们是去那边读书，而这间学校叫做 Planet Shakers College， 它是一间神学院，也是一间教会，也是一个乐团，三合一的概念。对，那我们其实在这当中，我们必须要，因为我们每个礼拜的3、4、5都要去学校上课。那很感谢神的是，让我们在去年9月的时候搬到一个离学校比较近的地方，所以我们走路3分钟就可以到学校，所以感谢主让我们可以睡晚一点。对，虽然有时候还是会迟到。对，然后我们在那边必须要上很多的课程，比如说我们要上领袖的课程，还有解释圣经的对，然后2年级的课程就是1年级的话就是都领袖的课程，那2年级就是很像真的神学的课程，像是很深入研究新旧约，不然就是亚拿刚刚说的解经学，然后还有基督教伦理学、教会历史，还有很多科目。对。对，那其实这些科目对我们来说都不容易，因为其实我们连中文的这一方面的课程我们都没有上过。我们要去到那里，我们其实不是只有学一个新的东西的感觉，而是我们还要去学他们就是一个新的语言，因为毕竟所有的神学的课程当中，所有的英文都是专有名词，然后也是我们平常比较不会用到的词，所以我们都要特别花时间去学习。那在我们学校当中，我们也每个礼拜4我们都会有一个学生礼拜，在这学生礼拜当中，通常都是我们所有学生最有记忆的时刻。像学生礼拜的话，基本上它就像我们一般主日的礼拜，只是不一样，就是全部由学生自己来经营，就是我们自己有人做音控，然后自己有人做服侍的同工，有人做开门、招待等等，都是我们自己的学生来安排，然后来服侍。那为什么说大家都会记忆深刻呢？因为我们的信息的部分，因为我们的信息都非常感动人心，而且在那边的话，这真的是你要不要去按一下它？好，为什么说记忆感到深刻呢？因为这样在我们讲道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对我们的主日礼拜感到记忆深刻？拜托说有，阿们，阿们。因为是神的话语是大有力啊，阿们。钟牧师举手，因为神的话语是大有能力、大有力量的。那同样在我们的学生礼拜里面，我们当然也会有可能是我们的老师的分享，不然就是我们请我们教会的牧师的分享。那每次的分享真的是
打动我们的心，因为我们在里面真的大大经历到圣灵的同在，不管是我们的敬拜，我们的信息，每一个环节都有上帝的同在在里面，而且上帝也真的是大大充满，也大大感动我们每一个人，有时候也大大提醒我们每一个学生，就是你似乎可能忘记你在自己在这边做什么，所以我们每个人也都会被提醒到，然后每个人也都真的很感动。然后通常女生的部分就是去学生礼拜的时候，礼拜前不要化妆，礼拜后再去厕所补妆，因为通常礼拜过程大家都会哭很惨，所以我们通常都是学生礼拜结束之后，然后我们的厕所呢，女厕就会挤满了一堆人，然后在那边化妆，在那边聊天，然后继续分享神的话语，边化妆边分享神的话语，这是我们在那边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文化。对，那我们除了在学校有这样的一些学生礼拜还有我们课程之外，其实我们每一年的4月的时候，我们的教会有一个大型的特会，最大型的特会。然后我们都会在一个很大很大的场地里面，就是如果你们有在看那个澳洲网球比赛的话，就是我们都是在那个附近的场地，在那边办这个特会。第2大的那个就是澳洲网球，它有分好几个不一样的馆，那通常是在第2大的馆，我们就会把它租下来，然后办我们1年1度的大型特会。对，然后在这些大型特会当中，我们要怎么去设计我们的应该说我们要怎么去布置我们的会场呢？通常就是我们这些学生在布置，所以我们都会用1个礼拜的时间来到现场，然后把所有的器材搬到现场去，然后在那边做布置，甚至是大型的音响我们都要自己搬，然后甚至是因为我们也有一些创意的课程，所以我们就会在现场会有一些演出，所以那些舞台所有的装置我们都要自己搬去，然后就是我们这一些学生在做，而是很奇妙的一个感觉，就是你付钱去学校上课，然后你要在教会服侍，通常都是在教会服侍，然后领教会薪水，可是我们是付钱给教会，我们服侍教会，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新的感觉。就是你付钱给他们，然后让他们把你用的淋漓尽致。来参加特会的人，通常就是像这几天也有新店新大会的特会嘛，对，像参加特会的人来参与的人，单纯就是3天2夜或是2天1夜这样，但是我们基本上就是在那边待1整周，然后早上7点到，晚上下午或是晚上才离开，然后整周准备完之后，那在最后一天要撤掉所有东西的时候，大家都被圣灵充满了，很感动的准备要回家了。那时候是大概10点多，然后我们呢也还不能回家，我们要把所有东西撤掉。所以在去年4月的时候，特会结束的最后一天，我们回到家的时候是早上4点。对，这就是没错，我们付钱给他们，让他们把我们用的淋漓尽致。但这真的是很特别的一个经验，因为其实我们在当中，我们身体也会疲惫，但是真的是靠着神给我们的力量，我们才能撑到最后。对，那除了大型的服事之外，我们在教会每1个礼拜都要服事，就是作为我们的一个教会的实习。那我们有很多不同的服事，所以我们会按着我们所选的选修课程，就是我们有创意，我们有牧养，有青年牧养、儿童牧养，然后我们会依照我们这些的选修课程去做服事的安排。那在这当中呢，我们不是只有只有学校为我们安排的服事而已，其实我们也可以去跟教会申请说，我们想要做其他教会的服事。所以我们其实那时候我们就想说，上帝给我们有音乐的恩赐，我们就想要用音乐来服事神，所以我们就去甄试了教会的乐团。然后乐团部分，乐团为什么要用甄试呢？因为在我们那边的教会，他们相信说，就是你要透过你的恩赐来服侍上帝。当然你要有好的信仰，没错。然后当然你也要有这样的恩赐。像有些人有招待的恩赐，有些人像月英姐就很会招待，对，这就是她招待的恩赐。那有些人可能很会唱歌，有些人可能很会投影，有些人可能很会音控，每个人的恩赐都不一样，所以就是照着自己的恩赐来服侍。那也有些服事是要试镜的，像特别是在舞台上面有艺术部分的，都是要试镜的。那我很幸运的，我试镜上了。那在去年
去年年中的时候，我大概就是教会就通知我说，哦，恭喜你，你现在上了这个教会的琴手这样，那我们现在要开始排你服事。好，那可能也因为我让他们知道我似乎很闲，所以他们就常常派我服事。那也有曾经在连续1个月里面，我大概是整个教会里面300-400个乐手里面，我是服事最多的。也有曾经有1个礼拜，我星期日服事，星期1休息，星期2服事，星期3服事，星期4、星期5、星期6，然后再星期日。那总共是1周几天呢？6天。而且都不是在，而且有些不是在自己的主堂服事，有些是要到坐车到很远的地方去，例如说坐火车半个小时才会到的地方，有点像我们这边的新竹、台中，可能没台中那么远，新竹这样，或是桃园，去到那么远的地方来服事，所以就是还蛮辛苦，但是也蛮荣幸的。也有一次很有趣的，就是我不小心错过了我火车，我早上6点多起床，然后准备找星期日的服事，但我错过了火车，那没有其他方法，因为下一班火车是1个小时之后才到，那我一定会错过彩排的时间，而且我们一定要彩排才能上台服事，所以我就只好搭 Uber 过去，然后那一次的 Uber 我花了澳币100块，就是台币2000块的意思。就是为了赶到要准时来参加这个彩排，因为有彩排我们才能服事，这就是我们展现我们对上帝的态度，不然就是我们展现出我们对服事的看重，所以才花那个钱。其实那一次他花了那一笔钱的时候，其实因为在乐团里面有其中一位贝斯手是我们学校的老师，也是我们创意课程的其中一位主要的老师。那他在一次我们创意课程上课的时候，他就特别跟我们全班讲说，因为哥哥亚伦为了去赶到那一场服事，所以他花了这笔钱，所以他那时候就就是在学生的面前，他就奖励亚伦，因为他觉得亚伦对服事是非常忠心，而且非常愿意花那个金钱，虽然不是他的钱，不过对，不过他就是愿意花那个体力、精神，还有花费了他可能可以买衣服的钱，然后去到教会，所以就是他真的是，我觉得从亚伦身上我也学习到这一块，就是不论任何事情阻挡你服事迟到的话，记得不要迟到，因为服事是比任何事情都重要，因为服事就是将神摆为首要。对，那其实在我这方面呢，我比较辛苦一点，就是我那时候甄试教会的歌手。那我甄试的时候，大概是在前年的11、12月的时候上了这个乐团。所以我们一开始进去乐团的时候，我们都要当储备团员，就是要先在后台那边实习，然后看他们是怎么服侍的。那在这过程当中，我就很开心的每次都实习，然后我也准时到。然后我也用我最努力的态度、最认真的态度来服侍。那经过了1年，然后我身边的同学们比我晚甄试的人，他们也都一个一个就是开始正式站上舞台服侍。那时候当然你也知道，年轻人嘛，就是觉得为什么我的朋友有我没有？因为他比我晚甄试，那为什么他可以我不行？我那时候就开始思考，是我哪里做不好吗？是我哪里需要改进吗？所以我那时候就很懊恼，然后我就也一直跟哥哥说，我为什么没有上？是不是我有问题？然后可是那时候我就也自告奋勇的，就是我就传了一封 email 给我们的音乐部门的一个牧师，主责牧师，然后我就询问他说，为什么我还没有被排进服事？我已经大概实习快1年了，那是怎么样的原因呢？是不是我哪里可以更进步？那一个牧师他回了我讯息，他就回说，对不起，因为我们教会女生的歌手太多了，所以呢，因为你还有甄试另外一个爵士鼓的鼓手，所以我们可能就是以你的爵士鼓为主，那你歌手的部分你就让给别人吧。然后我那时候就听了就好让给别人没关系，每个人都有不一样服侍的机会。不过我那时候就回了那一个牧师一个简讯，我就跟他说，不过我期待，虽然我不能站上台服侍，但是没有关系，我
在这边实习，我是为了学习如何敬拜神，我不是为了站上台来荣耀自己。所以我就跟这位牧师说，麻烦你能不能继续排我实习，不管我要实习几年，我都愿意继续在后台服侍人、服侍神。对，所以很开心的就在去年年底圣诞节之前，我要回来台湾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哎，亚拿，恭喜你，你上了。”然后我就很开心耶。不过我要回台湾了。对，所以就是上帝的时间真的很特别。对，那其实我们除了教会服事之外呢，我们还有学校作业要弄。教会服事可以说比学校作业更多，但是学校作业对我们来说也不简单。我用了一个影片，这是我的其中一个报告，总共要写2000多个字。对，看起来很可怕。大家可能当地的学生他们在1分钟之内可以打可能到300个英文单字，300个字。可是对我们华人来说，我们英文不是我们的第一语言，我们必须要花上他们3倍的时间来写这300个字。对，所以其实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大的挑战，甚至有时候我们写完之后，我们就会觉得，哎，我们在写什么啊？所以我们总是要去，而且我们不是只有写而已，我们还要有参考书，那必须要把这些参考书都因为都要把里面的内容就是读过之后，然后用你自己的语言去把它写出来。所以其实对我们来说是花费了更多的时间，因为我们读一本书也需要可能花上2天到3天的时间，所以我们一定要花很多时间来做这一份作业，而且这只是一份作业，2500字，这还有更多字的。对，我还真的不知道我们今年要怎么面对的。不过除了写作业之外，我们还有期末考试。期末考试对我们来说对我来说又是另外一个层次的难度，因为期末考试就是我们是完全英文的考试嘛，所以我们的题目也都是英文。那你写作业的时候，你还可以去查中文，说，哎，这是什么意思？可是你期末考试的时候，你不能用 Google 翻译，你也不能用词典，所以我们就还蛮艰辛的。在期末考试的部分呢，就是当然像我们一般所认知的考试一样，就是有选择题啊，有的，然后当然也有所谓简答题。简答题就是很奇怪，他们的简答题也没有很简单，他们简答题就是要你写500字以上。我就OK， 对他们叫做 short answer question， 但是我想说500字，然后我就看旁边的，我当然没有看别人写什么，但是我就看他们正比级数，可以听到他们不是正比级数，就是键盘。然后我就写30个字，我想好像差不多了。所以我们是真的简答题，就我们是非常简答的简答。100个字解决。对，不过真的就是我们能够在澳洲经历这一些，我们真的也经历低谷过。我们在2年级，就是去年我们在期末的时候，其实我真的我们2个一度想放弃。我们真的就是觉得我们好辛苦，而且好难，就是所有的作业对我们来说都是很大的挑战跟突破。然后真的是感谢神，让我们在永光有你们这一群家人，成为我们背后的祷告，而且也赞助我们，不论是在金钱上面，在精神上面的支持。对，然后更重要的是，其实在我们家庭当中，我们有一位最爱我们的背后的代祷者。对，然后我们做到了，因为有你们的祷告。对，那其实这位背后的守望者跟永远的代祷者，就是我们的阿嬷。我们阿嬷她一直为我们祷告，然后我们去年去看她的时候，那时候她也告诉我们，好好读册啊，等等的。后摆做牧师啊，紧结婚哦。对，就讲当时要好孙哦。对，阿嬷她一直为我们祷告，然后她知道我们在国外念得很辛苦，然后也知道我们需要，真的很需要代祷上面的支持，所以我们相信她也一直不停地为我们祷告，然后一直到在11月16号的时候，那天她过世了。那我们虽然没有能真的亲眼见到她最后一面，但是在前1周她送进加护病房的时候，我们有跟爸妈一起视讯，所以有看了阿嬷最后一面。
那时候阿嬷还有一点点反应，这样我们叫她，她可能她可能不知道我们在叫她，不过她就是还有眨眼睛，头还有动等等的。然后一直到11月16号，她就过世了。那我们也希望能将这首歌来献给她。我们写了一首歌叫做《想起你》。那我们这一首歌呢，我们真的就是在阿嬷11月16号过世当天，其实哥哥那时候在教会服侍，然后我自己一个人在家，我在那边痛哭，我就觉得主啊，真的是也感谢神，让阿嬷可以在最平静安稳的时候回到天父身边。但是在那一刻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可以将什么东西献给阿嬷，做一个我最真心、最真诚的一个心意。所以我在那一天11月16号，我写了这首歌，叫做《想起你》。这一首歌的当中有写出，也流露出就是阿嬷在我们心里面是什么样的一位代祷者。每一次当她晚上要去睡觉的时候，她总是会跪在床前祷告半个小时以上，甚至到80几岁的时候，她仍然是这样。而且听爸爸说，那时候阿嬷，而且爸爸还小的时候，周牧师还小的时候，阿嬷在床上就睡前祷告，然后因为祷告很久，然后爸爸就会在旁边睡着。不过就真的是看见我阿嬷在祷告的时候对神的一个渴慕跟虔诚。对，所以我们将这一首歌献给我们的阿嬷。想起你，每一次对我的鼓励，因为你，我明白主的真理，就是你，成为我信仰的指引。谢谢你总为我守望，谢谢你总为我祷告，谢谢你成为我榜样，谢谢你给我的爱。I miss you, I love you， 你的爱永远不离开。I miss you, I love you， I miss you, I love you with all my heart。想起你跪下祷告的背影，想起你每一句对我的鼓励，因为你，我明白主的真理，就是你成为我信仰的指引。谢谢你总为我守望，谢谢你总为我祷告，谢谢你成为我榜样，谢谢你给我的爱。I miss you, I love you， 你的爱永远不离开。I miss you, I love you，
I miss you, I love you. I miss you, I love you with all my heart. I miss you, I love you with all my heart. I miss you, I love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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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love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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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以帮我们切回去电脑画面，谢谢。好，真的很感谢神，一直有这位阿嬷，还有我们身边那么多家人，还有我们所有永光的家人们为我们祷告，然后成为我们背后最大最大的扶持。当我们在澳洲的时候，我们总是会想着让爸爸妈妈两个人在这边在台湾服侍神。有时候我们还是会觉得我们好像应该要回来陪伴他们，或是我们也会想说，到底谁能够照顾他们？但是感谢神，让我们永光的大家庭成为，真的是我父母亲背后最大的支持。所以我们也真的感谢你们帮我们照顾我们爸爸妈妈，让他们在教会的服侍当中，真的能够安心的来服侍神。而且也感谢你们的带导，让我们在澳洲有这样的，真的有上帝的恩典陪伴我们。所以亚伦亚拿在此一鞠躬，谢谢大家。接下来我们要提到我们斐济宣教的部分。那我们是在暑假这边的暑假，就是我们那边的寒假的时候，7月不对是9月，9月的时候去到斐济宣教。那我们每年都有这样短宣的活动，那不限定于神学院的学生参加，当然也开放给教会的弟兄姐妹。那像是如果有人记得的话，我们2年前是到巴布新几内亚，太平洋上面一个小的岛国，对。然后我们去年就是到斐济来宣教。那在斐济宣教的部分，谢谢。喝一下水。好，在斐济宣教的时候，其实首先我们真的要感谢神。当我们要去斐济宣教的时候，神差派一对夫妻成为我们的天使。因为其实我们要去斐济宣教，我们并没有这一笔资金，我们也没有预算，因为我们学校的学费真的是也是蛮贵的，应该说非常贵。那所以其实已经负荷了我们家庭能够支出的。那感谢神带来这一对夫妻，那也为我们奉献，并且为我们全额的奉献，让我们去到斐济宣教的时候，我们完全就是毫无挂虑的、安心的去服侍神。那在斐济宣教当中呢，我们也有更多的一些服事上的突破。就是在换你喝好。在我们服事上突破，对我来说，在服事上面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因为我们在斐济宣教有2周，然后在第1周是在其中一个小城市，然后在第2周才到首都。那第1周的时候，我们是9月去的，在5、6月的时候，就有人告诉我说，有可能你要在那边弹琴。那我想说，好，那时候我也还没跟教会试镜，
就是乐团，我也还没试镜，然后他们就说你要去试镜，因为你即将要去弹琴，所以他们在7月的时候就告诉我说，好，那你一定要好好准备。那当然我就从7月开始在教会服侍，然后一直到9月才在斐济上面弹。那为什么这对我来说是个很，应该说也是蛮让我紧张的，因为整区那边只有我一个琴手而已，所以那个城镇没有其他琴手可以帮忙服侍，那就只剩下我而已。那为什么我会紧张呢？因为我要在晚会里面弹琴，晚会的话不是100-200人，晚会基本上都是2万人起跳的晚会，所以我就要在那么大的场子底下弹琴。但当然我，上次在巴布新几内亚的时候我也有弹，只是我弹的那时候还有别的琴手照我，所以他下去休息的时候，那我就上去弹一下简单的东西就可以下来休息了这样。但是去年到斐济的时候，就是真的我完全要弹全场。那当然一开始我很紧张，而且我不确定，我能不能做得到，因为我来这个教会也不久，那他们愿意这样使用我也很开心，我也感到非常的荣幸，我也感到被尊荣，但当然我也感到非常紧张。但是真的就是上帝的恩典，因为其实我们教会里面还有很多比我更厉害的琴手，那他们没有用他们却用我，也有可能是因为只有我有去，对，就是我是那个城市里面唯一的琴手，所以他们就想说啊，那就排我一下。那当然我感到非常感恩，那也真的是上帝的恩典让我在那边服侍，因为在那边跟大家合作，还有甚至有跟当地的琴手有交流，那我真的觉得非常感谢上帝。那其实当初我们去到斐济宣教的时候，其实一开始我就觉得，因为去年当我们去那个什么巴布什么亚辛几内亚的时候，我那时候就因为想说，我过去在那边已经有，比如说儿童的服事啦，就是去小学宣教的服事，那高中的服事，那我也觉得，所以我想说，就是在斐济宣教这一次，那我就把机会让给别人好了。所以呢，我就只珍视了就是戏剧的部分，然后其他我都不想做，因为我想要好好的就是在旁边学习看他们服事。那不过很特别，就是当我们到我们要去的那个城市的第2天早上，我们集合的时候，我们的小队长突然间就是跑来找我，然后他就牵着我这样，他就说：“亚拿，圣灵感动我要你在待会的聚会当中见证分享。”然后我就好哦，然后我就想说上帝，我不是说我要休息吗？你这是挑战我是不是？那其实很特别的，就是我就觉得好没关系，神呼召我就愿意做。那我就询问说，那我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场合来见证？然后他们就说我们要去一个宣教士的培育学校，所以在那一个场合里面，看到所有的年轻人，他们都是立志要成为，应该说被呼召要成为宣教士。所以甚至当我在分享完之后，甚至在当中有一个姐妹她跑来找我，她就说：“我真的觉得神安排你来，是神特别安排你来到我们当中，给我们见证分享。”因为当中我有提到我是台湾人，然后她那个姐妹呢，她接着她跑来跟我说，她一直不知道她要去哪里宣教，而且她只知道她想要去亚洲。那在那一次我分享完之后，她跑来跟我说，上帝要我去台湾，然后我就说哦，真的哦，一个斐济人要来台湾呢，然后我就觉得很感谢主，所以她也在那一刻起，她就跟我说，他就叫我拜托我，就是帮他做按手的祷告，然后我也为他按手的祷告。那其实真的很特别，在那一场聚会当中，我最后面我在帮忙收音响的时候，有一个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姐妹，然后她就跑过来，然后我就突然间听到她说：“需要帮忙收一下音响吗？”我想说这是中文吗？然后我就抬头看，我就嗨你好，我就说你怎么会讲中文？那原来她是从香港而来的一位姐妹，她是在斐济待了8年了。
那她是跟她的老公搬去斐济这样，然后也很特别。她其实并不是基督徒，她也没有去固定教会聚会。那她只是因为这一场聚会当中有饮料跟食物，那她的儿子2个小孩想要来，然后顺便玩一下这一些年轻人养的狗，所以她就陪伴她的小孩来到这一场聚会。然后又听到我从台湾来，她就觉得很兴奋，所以她就跑去前面来找我，然后我也为她祷告。那她也跟我讲说，他听完我的见证之后，他愿意每个礼拜都去那边聚会，所以真的很感谢神。我们一起将一切荣耀归给神，好吗？因为神的作为真的超乎我们的想象，即便我在斐济遇到香港人，这也是真的是完全不会预料到的。那其实，在斐济的过程当中，我自己个人也经历了医治，因为在一次的聚会后，那我突然间晚上的时候，我就整个胃痛，然后我整个非常的不舒服。那一直到过了2天之后，我还是这样，就是我的状况都没有恢复。那甚至他们请了医生，特别跑到我们住宿的饭店去找我，去帮我看诊，对不对？然后他也说，这个可能是胃发炎。那之后我们因为要去到首都，所以我们的车程当中有6个小时的车程。那在这6个小时当中，就是感谢神的，让我这6个小时是比较舒服的状态。但是，一到了我们住在首都的饭店的时候，我整个状况又变更糟。所以在那一个时候，我们好险，我们 Planet Shakers 的团队当中有其中一位女医师，她就快点跑过来就诊。那个时候她所就诊的时候，我的状况是胃溃疡，然后她就说：“那你这样的状况可能要快点去医院做急诊。”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真的很奇怪，就是为什么我其实也没做什么，我也没喝什么，我也没有干嘛，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状况？然而在这个时候，有一位我们队上的一位队友，他就跑过来，他就跟我说：“亚楠，我为你祷告，我知道这是真的是恶者的攻击。”所以我们就在我的房间当中，他们为我做医治释放、内在医治的祷告，祷告了2个小时，经历了2个小时的征战。很感谢主的，在这2个小时之后，我完全的病痛完全好了，而且我的人整个就是喜乐起来。因为我过去一开始去到斐济的时候，我整个人觉得非常有压力，我不知道这个压力是从哪里来，但是经过这一次医治释放的祷告，我的生命也感觉被更新了。我也知道我的生命完全不一样，因为我知道当我们面对病痛的时候，祷告是能够战胜病痛的。Amen 吗 ？Amen。所以我觉得真的想要跟大家分享。不论我们在任何的困境当中，我们遇到什么样的挑战，我们遇到什么样的恐惧，都让我们真的把我们焦点放在神身上，而不是困境当中。因为在神里面没有困境，Amen 吗？因为在神里面，恐惧是可以化为勇气的。所以我们接下来这个时候，我们要献上这一首歌《恐惧化为勇气》，也是我们过去一起写的一首歌。那这一首歌呢，我写的，亚伦编曲。对，那这一首歌我们在上次音乐会的时候我们有唱过，但是我们做了一下改编，所以我们有新的歌词出来。那也在这边偷偷广告一下好了。我们《恐惧化为勇气》这一首单曲，我们在今年的2月1号会在所有的音乐平台上面、串流平台上面可以开始下载跟购买。对，所以如果有兴趣想要知道要怎么购买的，不会的也可以问我们，那也可以问一些我们年轻人，对，他们会知道。所以在2月1号我们会上市，在 Apple Music 上面，在 iTunes 上面，在 Spotify 也会有。对，那也希望大家可以来支持我们，所以我们献上这一首歌《恐惧化为勇气》。就是会有令人跌倒的结局，笑容回不去。每一次面对过去，就是会有无法跨越的恐惧，感到无力，是
说我的生命没有意义。有你，我的恐惧化为勇气；有你，我的生命有了意义。不再去说我自己软弱无力，只定睛在那满有能力的你。有你，我的恐惧化为勇气；有你，我的生命有了意义。不若曾不愿让你触动我心，如今你的爱充满我的生命，你是我的唯一。每一次面对伤痛，掩饰自己心中真实的感受，走到尽头，听谁说我不能再找回动力？是谁说我的生命没有意义？是你赐我力量，再一次前进。是你说我生命盼望在于你。有你，我的恐惧化为勇气；有你，我的生命有了意义。不再去说我自己软弱无力，只定睛在那满有能力的你。有你，我的恐惧化为勇气；有你，我的生命有了意义。是我曾不愿让你触动我心，如今你的爱充满我的生命。唯有你明白我心，唯有你安慰我你的爱胜过恐惧，你的爱给我勇气。恐惧化为勇气，有你，我的生命有了意义。不再去说我自己软弱无力，只定睛在那满有能力的你。有你，我的恐惧化为勇气；有你，我的生命有了意义。是我曾不愿让你触动我心，如今你的爱充满我的生命，你是我的唯一。哦，你是我的唯一，永不改变的心，我的唯一。谢谢。那其实我们在斐济宣教的时候呢，我们有去到很多不同的地方来服侍。那其实其中呢，我们有去到主日礼拜当中的服侍，所以他们就是当地的教会就会跟我们搭配。那我们还有进入到大学的宣教当中，就是我们也去那边分享我们的信息。然后有没有补充的吗？我讲主日崇拜好了，好不好？好，在主日崇拜部分真的非常有趣，因为他们岛族的人就跳舞那他们我们一起敬拜的时候，然后有时候他们乐团就换他们乐团上去，然后他们唱他们歌，然后大家都很开心的，大家就一直跳舞，然后我们不会唱，我们一个人叫就为什么蹲下来？他们就是非常乐天的文化。那我也看到说他们真的很开心来赞美神，因为我们赞美神就是要享受在当中，因为赞美神就代表说我们看见上帝多么的爱我们，我们看见上帝多么的荣耀，多么的美好，所以他们用他们的全身来赞美神。所以一场聚会完的话，大概像我1个礼拜流汗的量一样，真的非常的像在运动。那我们除了进入到大学跟教会，我们也有进入到高中来宣教。那在高中的时候，我们就有特别的一些课程，
那我们会在那边进行分享。那我们在高中里面，我们总是跟他们讲说，你们是斐济的未来，所以我们就会不断去邀请他们要紧抓他们自己的梦想。因为其实我们那时候在高中分享的时候，我就去到旁边，我跟我的伙伴去到旁边，然后跟一些年轻人讲话，然后就其中一个妹妹，她就反正他就跟我们说，他是班上很会读书、最会读书的小孩，然后就是都是考第1名的这样，或是第2名。他说有时候他出了不小心的差错，他就会考一个第2名。他说第2名是他最烂的成绩。我就好感谢主。对，然后反正我们那时候就问他说，那你未来你想要当什么？然后他就说我想要当医生。然后当他讲完这句话的时候，我的伙伴就跟他说，可是我看到一个画面。就是我看到的是一架飞机的，就是飞机的那个机师的舱，那个叫什么机舱，驾驶舱，对。然后他看到的是这样的画面，然后那一个妹妹她就突然间非常非常的惊讶，她的嘴巴张开，她超级惊讶的，然后她就说：“你怎么知道？其实我自己的梦想是想要成为一位机师，就是开飞机的司机这样。”然后我们就觉得。真的超奇妙的，就是上帝让我们看见他的梦想是什么。然后我们就问他说：“那你当医生是哪来的啊？”然后他就跟我们讲说：“哦，其实是他爸爸妈妈想要他成为医生，可是他其实一点都不想要成为医生。”对，那我们其实就为他祷告，然后也就是祝福他，让他真的能够紧抓自己的梦想，紧抓神给他的呼召，而不是去因着父母亲的阻挡来没有完成上帝的梦想。但是我们就是为他祷告，那我们也跟他说，你就带你父母亲来到教会当中，当他们经历到神的时候，他们就会明白上帝在你身上的呼召是什么。所以我们就在那边不断分享我们每一个人的见证，跟他们就我们不是只有大型的聚会这样在上面跳唱好像很嗨，我们还会进去到他们的人群当中，然后跟他们分享我们自己的见证。对，所以那我们也有进入到小学。小学的话，我们总是传递赞美的文化，要教导他们如何以赞美活出一个，应该说如何活出一个赞美的生活。所以我们就会透过很多的活动，小型的活动，然后来跟他们说赞美人是多么重要的一个事情。那而且也包括赞美自己。对，所以我们也有不是只有大型的活动之外，我们也有进入到各个小班级。对，然后这也是照片，然后很特别就是我那时候我不是一开始分享说我不想要接触任何服饰嘛，所以我只接触了戏剧，但是上帝让我会跳舞不是给假的，就是神还是要我用我的神所赐给我的恩赐来服侍神。所以在所有的高中跟国小的聚会当中，我们都要带他们跳舞，然后我就要来背负这个责任，然后来为他们来教他们跳舞。但是很特别，就是当我带他们跳舞的时候，因为小孩子最喜欢跳舞，所以我就变成当中的人气王。然后每次他们就是在跳舞的时候呢，他们都会跑过来跟我一起玩。所以其实我也真的看到上帝用人真的很奇妙，就是方式很奇妙。对，那我们这是一个中途之家，请分享。我中途之家跟那个市场我一起分享好了。中途之家就是我们去这个地方，大家应该知道中途之家是什么，就是接受，对，大家都知道。好，那我们去这个中途之家，我们做的工作其实不多，就是帮他们打扫。那我就问他们说，哦，那你们上次打扫是什么时候？他说就是你们的团队去年来的时候帮我们打扫的，所以他们已经1年没有打扫了。对，那其实我们就是服侍他们，然后我们去那边就是让他们知道说上帝爱他们，然后耶稣爱他们，然后有这个福音，有这个好消息要让他们来知道。那我们当然有几个妈妈去跟他们去跟那边孩子接触聊天等等。那我就是在外面打扫那个，对。我就是跟小朋友玩的那一个。那在市场的话，我们当然除了到 shopping mall 之外，也有，可以帮我切下一页，谢谢。那我们除了去 shopping mall， 然后也有去
菜市场跟他们传福音。那当然我们也有我们的戏剧，然后要让他们知道说上帝是多么的美好。最主要的目的，我们在那边就是要来传福音，然后也包括为人按手的祷告、医治的祷告。那很多人很神奇的是，很多人来，然后他们就说哦，他们身体有哪里有病痛、腰痛，然后哪里有痛、瞎眼的，然后我们帮他们祷告，他们就都被医治了。阿门。当然这完全不是来自于我们的力量，因为上帝医治的力量在旧约的时候就有了，在新约的时候也有。那当然在现在为什么会没有呢？所以我们为他们祷告的时候，他们任何疾病都被医治了。阿门吗？阿门。我们要看影片吗？好，我们这是学校宣教的影片，我们来看一下。有音讯对不对？有音讯吗？电脑的音讯。好，没关系。反正我们就是在三个不同的城市，那我们接触了不同的学生。那其中有小学，有高中。那你们有没有看到孩子们都非常喜欢跳舞？对。然后我们总共接触了20240位学生。对，那。在这些学生当中，真的他们就是斐济的未来。反正我们就一直传递这样的一个意向，就是让他们知道说他们是斐济的未来。那这是市场宣教的影片。对，然后那边孩子们都会跟我们一起跳舞，然后我们也为着市场的旁边所有的人祷告，然后带他们跳舞，然后也在那边跟他们传递，就是他们是斐济的未来这样的一个理念给他们。好，然后我们刚刚有提到说，我们有为人祷告、医治释放的祷告、全能服侍的祷告，有许许多多的人，他们不止身体经历医治，他们的心灵也经历到医治。那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医治释放的祷告，就是当中我们也有为着一位姐妹，她那时候是瘸腿的。然后他也是，我们为他祷告完之后，他就说：“哦，我的膝盖热热的。”然后我们就那是圣灵在动工。然后他就说：“哦，真的吗？那你们再祷告一次。”我们就好，那我们就再为你祷告一次。然后我们为他祷告之后，他就真的好了。然后他就开始在那边跳舞，然后就在那边做他本来不能做的动作。然后他好了之后呢，他就很开心，因为那时候我们在市场，然后他就很开心看到他旁边有一个因为他是其中一摊的老板，然后他就跟隔壁摊的说，你们要不要给他们祷告？他们祷告就好了。然后他们祷告力很有力量呢。然后我们就没有，这是上帝的力量最大。对，所以我们也为那个姐妹祷告。然后我们就问她说，她有什么样的状况？她就说，她气喘。然后她常常因为她斐济天气很热，所以她也常常在工作的时候会突然间就气喘，因为热嘛，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间这样。不过她就说她有这样的症状，所以我们就为她祷告。然后她就说，我现在呼吸得到新鲜的空气了。我们就说感谢主，因为真的是上帝的大能，真的大过我们所能想象的。对，那这是我们晚会，这是第一天的晚会，我们大概有2000人左右。那真的是从看到小朋友到老年人，他们对神的那种渴慕，真的是超乎我们想象。其中我们看到画面的左下角那一位手举高穿花衣服的那一位阿嬷，她是从另外一个城市过来的，就是路程要6个小时，她自己坐车过来。然后那时候我们晚会要开始的时候，她一定要跑来第一排，然后她就很大声跟我们说，你看又是我来了，我坐6个小时的车。然后我们就觉得她真的是很奇妙，而且她不是一个真的完全健康的人，她的身体是有一点点的需要被医治的。那其实，在那个时候，我们有很多同工都跑去为他祷告。那他也在我们同工为他祷告之下，上帝的大能之下，他也得到医治。所以这是真的很感谢神，让我们看到这么多的神迹奇事在当中。那我们也真的看到很多小朋友们，他们虽然可能不完全100%认识什么是耶稣基督，但他们知道他们知道耶稣的故事，他们知道什么是爱。因为当我们传递给他们的时候，就是要赞美人的文化，就是要先有爱，你就懂得赞美。所以孩子们他们也真的是在敬拜的时候，他们也是高举双手，非常渴慕神的话语、神的同在。那这是其中一个我们晚会的影片。没有声音，没关系。好，没关系。
对，我们最后的晚会当中，我们有到8万人在现场。那我们不是只有1天的晚会，我们所有的晚会总共有，因为我们前面有2天、3天的晚会，2天的晚会。然后这2天的晚会呢，在2个不同的城市都有晚会，所以等于是总共有4场。然后再加上我们全部回到首都集合的时候，首都也有2场的晚会，那整个这样人数算起来是20万人。God is the answer. He's going to come through for Fiji. There's something in the Fijian people that has a deep belief that God is their source. Every single person that's walked away, every single person that knows who you are is coming home in Jesus' name. 而且他们的人数真的是超过我们想象，所以我们真的没有，我们的人手真的不够到我们当全能服侍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下去为每一个人祷告，所以我们就尽我们最大的力气，就是我们能为谁祷告，我们就为谁祷告，甚至因为人数真的太多了，最后一天人太多了，然后我们就只能一次就是好，你脚痛。你心脏不舒服，那我们一起来，我们大家牵手，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就是尽我们最大的力气来为他们祷告，因为我们就是要跟他们宣扬上帝的神迹奇事是可以发生在他们当中，只要他们相信，他们就得医治。对，所以这是在首都的一个晚会。他们渴慕神的程度真的超乎我们想象，因为他们的渴慕，所以他们得医治，并不是我们祷告多有力量，而是上帝看见他们的渴慕的心，所以他赐给他们这样的一个恩典跟恩宠。所以当我们看见这些神迹奇事的时候，我们真的将一切的荣耀归给神，因为神配得我们的赞美。Amen。那我们最后我们带来这一首歌，叫做《奇迹》。每一个呼吸都属于你，每一次心跳都是奇迹，每一个处境都有意义，每一丝希望来自于你。就算经历风雨，你的爱使我不畏惧；就算经历伤痛，你的爱更新我生命。我要赞美我的自由，大声宣告，看见奇迹。我要赞美医治恩典永流不停息。拍手好吗？我要赞美我的自由，大声宣告，看见奇迹。我要赞美医治恩典永流不停息。我要赞美，大声赞美。我要赞美，大声赞美。每一次祷告，你都垂听；每一次宣告，得着胜利。就算经历风雨，你的爱使我不畏惧；就算经历伤痛，你的爱更新我生命。我要赞美我的自由，大声宣告，看见奇迹。我要赞美
声宣告，看见奇迹，我要赞美，一直恩典永流不停息。我要赞美，大声赞美，我要赞美，大声赞美。我们将掌声献给我们的上帝，谢谢。感谢主恩典，让他们虽然超过时间哈，给他们40分，他们讲不完哈，但是我们把荣耀归给我们的主，也为他们以及洪亮，接下来这一年他们所要面对的学习跟挑战来祷告，有挑战才会有进步成功的机会，这是必要的，但是绝对不是靠自己的力量，但是神在他们的力量身上来彰显神的作为，我相信他们未来可以被主所大大使用，愿荣耀颂赞都归给我们的主，OK， 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诗会，我们来预备心，我们来奉献。奉献是回应上帝的爱，也是信心的行动。请我们以感恩的心、敬虔的态度来奉献。开始奉献。今日到主施恩座前，谦卑领受生命活泉，生命触摸，重新得力，报答主恩，诚心所愿，甘心乐意，全心全意，一切所有都属你，恩上加恩，力上加力，分别为圣归于你。今日到主施恩座前，谦卑领受生命活泉，生命触摸，观众请起立。报答主恩，诚心所愿，甘心乐意，全心全意，一切所有都属你，恩上加恩，力上加力，分别为圣归于你，恩上加恩，力上加力，分别为圣归于你。会众请坐。
现在我们请牧师来事工的分享。好，我们很快的要来看我们的教会的事工的报告的部分。我们等一下呢，马上要进行我们的年度的定期的和会，所以呢，请我们有设会籍在这里的弟兄姐妹呢，我们等一下呢留下。好，那我们等一下呢，礼拜之后呢，我们的长职呢也要来训练下个礼拜春节的礼拜的一个诗歌，所以请我们的长职也留步。那再来就是我们在除夕夜呢，我们基督徒的家庭都有举行家庭的围炉的礼拜，所以呢，我们的周报里头呢有这个粉红色的这一张，这个就是我们的围炉的团圆礼拜的一个程序。所以呢，你等一下呢，礼拜完结束回去之后呢，这一张你可以带回去。如果不够的话，你也可以在后面的招待桌呢多索取几张。那记得一定要带领你的家人在团圆，然后围炉礼拜之后再来用餐，把这样的一个信仰的祝福带到我们的家庭当中，带到我们的后代里面。好，接着。好，我们有2月份呢，2月第2个礼拜我们有洗礼，所以呢，请我们还没有洗礼的受洗的弟兄姐妹呢，把握这属天的福分。好，在2月，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来报名。还有就是我们永光教会的培育课程，我们的培育系统已经开始报名了，我们可以来看我们的周报，然后来把握机会来报名。接下来是2月1号的儿牧跟青少年的敬拜赞美的训练营。也按这个时间1点45分来报到。那学员呢，你要自己来戴耳机，还有鼓手呢，你要带鼓棒，这些都是你们自己要预备的。我们228、229是我们这2年来的核心同工的研习会。过去呢，我们叫退休会，那我们现在呢改为研习会。所以呢，我们有早鸟假，所以呢，我们自己来看周报，来把握这个。早鸟假的一个机会。好，我们所敬爱的修晃长老在1月23号，就是接下来的礼拜4 7点要入殓入殓的仪式是在2滨，那10点半是在我们的教会在这里举行我们的修晃长老他的告别式。我们知道这整个永光教会的这个设计都是修晃长老所设计的，所以呢，教会也要用一个非常尊荣的仪式来告别他。那我们弟兄姐妹都认识我们的长老修晃长老，他是我们所敬爱的。那在这1-2个礼拜当中，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呢在谈话当中纪念他，也不断的都一直是心里面是很不舍的。所以我想把我们的不舍在1月23 10点半这个时间呢，我们回到教会里边，我们一起来追思我们的修晃长老。所以我们也持续为他们的家族来祷告。所以我们把这个时间能够记得。再来就是告别礼拜结束之后呢，我们会前往那个万里的万寿山要安放。那我们之前呢安放了，已经这些要前往的人都已经登记名字结束了，所以呢有登记名字的，我们再搭车前往。好，再来持续为这些的弟兄姐妹为他们的健康来祷告。好，我们特别来介绍我们的王俊杰还有若涵，在哪里呢？这2位弟兄姐妹来，请站起来。好，哇，我们非常的欢迎俊杰跟若涵你们住在哪里呢？哇，离永光教会非常近，非常的欢迎你们来到我们当中，一致的欢迎。上帝祝福你们在新的1年，请坐，请坐。好，接下来我们还有新的人吗？好，还有来，我们再来欢迎我们的英乐，是不是？好，看一下，还有陈龙，哦，是从香港来的这一对夫妻，非常的欢迎你们，上帝必然祝福你们，新的1年有新的道路，阿们吗？呀，我们也常常为他们带上祷告，感谢主。
好，那这是我们今天来的新朋友，上帝祝福在他们当中。还有我们的少华他也回来过年哈，还有没有其他人回来过年的？好，那我们在下个礼拜呢，是一场的礼拜，因为是新春初2，所以我们一场的礼拜9点哦，不是像今天10点了，下个礼拜是9点，所以呢，我们呢在年首的时候呢，我们都回。